Yo，大家好，又係日本製現場，我一哥好介紹。今日介紹呢一個阿莊仔啊，特別版嘅青檸羅勒葉嘅香薰片。呢個香薰片咧就係由日本嘅著名調香師啊，48年去做嘅。咁打開之後咧，好香。你放喺架車衣櫃或者放喺篋裏邊咧，基本上細張咧就已經可以喺成架車裏邊維持到大概1個月時間。放喺個篋度咧，咁基本上你個篋就已經係香噴噴㗎啦。或者放喺個廁所，哇！一打開啲香味已經撲緊埋嚟，同埋嗰種香味係唔係刺味嘅，同埋佢可以有效除到呢個煙味、火鍋味啊、汗味等等。基本上我一打開已經啲味咧散發入去我個味蕾即係鼻蕾裏邊啦。咁樣打開一塊，咁吊喺架車度啊，或者放喺個篋度咧，係非常之香。想知邊度買？留言俾我。特別版青檸羅勒味。